师，感谢前人、副前人给后学这个学习的机会。那更要感谢各位前贤呢，今天坐在这边，让后学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那有这个道呢，当然我们就一定要先感谢天恩师德，感谢老母降道之恩，然后呢，感谢我们的祖师弘持，然后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慈悲，还有我们的何老前人五大牺牲，一手大仙的护庇，然后我们呢周前人、副前人和点传师各位点传师的带领，那还有各位前贤给后学学习的机会非常感恩。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早上第一堂课是不是有听到我们那个王讲师说主题是什么？德不孤，必有邻。那今天呢，后学没有要请各位上台分享3分钟，但是后学想要请各位前贤想一句：今天我们听了讲师讲这一堂课，这一堂德不孤，必有邻。哪一段话，哪一个故事，或者是刚好跟我们自己的心境有吻合的，有没有？该想都唔敢讲呢，因为惊顶头，等下后学就甲你钓着，敢是？免惊啦，讲台语听有吼？因为后摆台语非常好，惊大家听无啦，所以有当时若迄个讲了迄音若唔对，爱多多包涵啦好无？因为后摆台语足袂认得啦。所以今仔日这个主题无后学先讲好啊啦，大家先收一下好无？先收一下，讲今仔日迄个，因为后学唔知会点着对一个可能后学用第几排第几个，我袂用迄个，所以免紧张啦。讲一句就好，今仔日主题咱讲师今仔日王讲师伊今仔日的讲题。有对一句话对咱有帮助嘛好，还是讲我听到一句话，还是讲我最近有拄到啥物代志，要甲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嘛会使，敢好？好无？好无？好啦吼。后学呢，因为感受到咱当初真正足厉害，一句话尔，后学迄阵想讲德不孤，必有邻，6字尔咧。迄6字要安怎讲一节课？有无？这讲师有厉害无？有吼。原来咱的道咱咧修道，就是迄个德，咱会有甲迄个道去做无？咱有去好啊？台语无使认得呢，毋知要安怎讲呢？咱的德要安怎甲显露出来？迄德是安怎显露出来？就是因为咱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对无？互人感受到，你会感受到咱原来，咱看咱较早，咱拄则迄个点出来，咱讲师咧讲，咱较早咱何老前人，因为啥物人会讲以德服人，伊迄个德行有够，所以伊归空的时阵，伊归位的时阵，咱老母娘家封做啥？元德帝君，足圆满的德行，对无？所以毋才家奉迄元德帝君。咱的德行要安怎互人感觉讲互你感觉到，像咱嘛会当修啊，讲咱身躯边的咱前贤，还是啥物人，无一定讲有修道有伫管道修道的人，德行较悬的，无一定的。有的人伊虽然无来分堂学习不过伊本身家己的。素质就足悬啊，对无？不管是讲话，然后做代志对人拢足好。因为后学其实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后学伫阮查某囝蛋糕店家帮忙嘛，后学会感觉讲奇怪囡仔人的27、8岁尔呢，较早嘛毋捌做过生意，后学较早嘛毋捌做过啥物生意，就是去帮伊倒款尔啦。倒洗碗啦，接待啦，人客来客，可能搁互伊来写，人要订蛋糕啦，家己迄个写单安尼啦。奇怪，后学感觉讲即个囡仔迄头壳哪会遮尔清澈？迄若人客有啥物问题要甲阮问，咱毋着爱知影要安怎甲
对待吼，要安怎用对无吼？迄你若一句话讲了好，互人听了安怎会欢喜？你若一句话甲人应了无好，会安怎？哇，人客翻济，即摆人拢讲吼安怎有网络足方便诶，啊，着伫网络甲你写讲哦，你是经验安怎对人吼，安怎讲话足袂客气有无？阮今仔放学会知影，大家听到一个先生咧讲，伊搁看到讲有人讲，迄个店家无改谢谢尔呢，无改谢谢你改过呢。吼，你看即摆人安尼讲，安尼后盖啥物人敢开店嘛？可能有当时啊吼，所以咱有咧修行，咱有咧修无？咱有咧修讲吼，人可能即摆拄仔咧无闲，伊口气拄仔较歹，对无？有当时咱去买物件，尤其你去买食物件、煮食物件所在迄餐厅，你有感觉无？因迄个头家脾气拢安怎？拢讲话较大声，啊脾气较无好。听等下啦，还袂轮到你。哦，有的真的这样子呢，有当时吼你要去甲点菜，头家我会当点，小等还袂轮到你啊，去了等啊，有无？有没有？有吼，有拄过。啊那，你若听到一句话的时阵，迄若较早吼，或许安怎想，哦，这个人吼，他脾气遮尔啊歹，啊但是后来哦，我要吼，咱会就是会怎样？会站在他的立场想吼，徛伫对方的立场在想的时阵讲，啊，原来伊即摆吼足无闲啦，伊毋是条件安尼讲的啦，对无？吼，那但是呢，咱既然咧修道啊，咱是毋是爱慢慢啊，甲咱的脾气毛病慢慢啊改？较早讲话较大声，吼，对人较无礼貌迄种口气。爱小可改一下，甲讲吼，歹势啦，还袂轮到你，你先去遐等一下，安尼会使袂？吼，对无？咱的口气爱慢慢啊转变，吼，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讲话是好学吼，讲阮查某囝足厉害，就是人客其实咱无毋对哦，说蛋糕就是安尼嘛吼，啊，有迄人客就要甲硬要甲伊如是讲，进前有人客吼订。讲今仔日要订蛋糕，明仔载假设明仔载要摕蛋糕好，今仔日敲电话甲你讲，我明仔载要取消啦。敢有人安尼？迄若咱家己嘛做袂到，迄明仔载人了嘛，问你准备好啊嘛？啊无我无靠海绵，要安怎帮你做蛋糕对无？啊，迄个人哦，伊就讲，无啦，啊无我明仔载阮朋友就无要来啊，无要庆生啊，所以敢会当取消？阮讲，阮若要取消的，无退钱啦。啊，你会当讲延期嘛？安尼有理无？合理无？互你改时间嘛。人讲阮有营业的时阵，你提早甲阮订，爱讲好。结果无偌久哦，伊搁收人讲，啊无买啦，啊无你迄个，你讲你迄个海绵哈哈，啊无你海绵一粒偌济啦？吼，那假设伊即粒蛋糕，假设800块好，来讲，啊无你海绵200块，你就靠200块起好，啊无你嘛是今日搁嘛摕去卖人啊。可是这是预定，我是拢做人预定的，你有订，阮才做安尼啦。啊，所以吼，安尼人客是毋是嘛无理吼？啊，可是我女儿后来想想啊，莫甲即种人玩，为啥物？因为即种人伊就是安那无明理，对对？你听你讲，有感觉即个人较无明理对无？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跟这种人去计较，莫去甲伊计较。阮查某囝讲，好啦，凊彩啦，阮查某囝甲我讲妈妈，我们就退钱给他好了。哦，息事宁人呐、哦，咱做生意的人爱好好啊，甲人迄个算讲，莫系迄个善人对啦吼，感谢结语啊，甲提醒代意啊，无袂晓讲吼，用收袂出来。所以要去跟大家结一个善缘呐、咱好来好去嘛吼，对无？啊，所以咱就摕，其实吼，这个代志足济啦。啊，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店家直接甲你讲无，有的甚至不退钱、不退费，然后无要互你延期就是，你无啦，我做好啊，你无要退，我甲你囥3工，伊人拢有规矩嘛，啊你拢无要照人的规矩，啊结果伊就是无明理嘛，所以人讲无名最大有无？但有一个人伊无明理的时阵，你甲伊讲道理，敢讲会通？讲袂通，所以咱就是即马有咧修道，咱爱修讲哦，咱爱转念，知影讲啊不要紧，咱吃点亏没关系，反正咱就是搁做，哦，咱就迄粒鸡卵糕阮就做，啊
伫有人要买就买，无咱就家己食。无啦，其实候选拢讲是拄则讲师咧讲，咱在做不管成功了愿啦，咱做3分上天保咱7分对无？10分。其实候选人一直在想，毋是讲为着讲安那咱才去讲为着要即个10分的工程才去做，但是咱做人若脚踏实地，然后毋好去甲人欺骗，毋好去甲人占便宜。像阮查某囝做生意就是安尼，伊讲我做的鸡卵糕，虽然阮的材料毋是像人讲啥物进口法国是啥物用了上顶级。其实不一定要用到最顶级的，为什么？那是一个噱头而已。只要那个材料里面的那个材料内底那个成分，阮查某囝拢会看吧，伊会看这成分好诶，无黑白人有诶无诶，伊家己嘛无咧当黑白人有诶无诶啦吼。所以吼，伊的鸡卵糕做起来，大家食着吼拢会爱。所以伊做生意，伊就是做鸡卵糕，他就是保持一个理念，凭着良心。凭迄良心在做，你敢知？因为伊迄件代志了哦，足奇怪哦。上天保护你呢，保护你补给你保护你哦，保护你，很像变成保护你哦。所以讲候选的台语足好的对无吼？啊，逐个笑笑的，较袂爱困啊吼。保护咱啊，结果吼，咱就是把这件事情这样子给它平息过去，足奇怪，嘿，订单就安尼一直来，大家就一直订。哇！因为这毋是咱家己，迄咱袂当决定的嘛。啊，咱的鸡卵糕阮嘛拢无广告，吼，伫网络阮嘛无拍广告，无用钱去买广告。啊，奇怪，或许有当时想讲，奇怪，那些人是哪里来的啊？迄寡人是对看到的啦，对看到。啊，原来吼，阮的人去足古锥，伊无一定会去人讲Google评论有无，伊拢甲结语，我今仔买迄粒蛋糕足好食，你后盖踅你爱买一粒，爱买1斤的啦。我拢是阮人客哦，足古锥伊来摕蛋糕讲，我拢甲阮同事报哦，讲人工吼要食鸡卵糕，爱买阮兜的啦，要买阮查某囝做的啦，就是安尼甲阮讲过，因为因食着好食，材料好，吼。咱就是食好到相好，对不？好，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德性的显露？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吼，在日常生活当中啦，日常生活当中，就会当慢慢啊去修炼啦，修改嘛，当修改咱的脾气毛病啦，像候选个性就较紧。吼，其实候选嘛要甲迄个。要参会一下啦吼，嘛要甲各位浅浅吼分享候选亲身的经验。顶礼拜有朋友吼伫阮的迄个伫工厂啦吼，伫政府组长工厂遐，咱伫遐抬杠。啊，伊有一个朋友好心摕一块饼来要甲咱分享，啊，毋过伊袂记讲阮食素食，伊迄个是错的肉饼啊，吼，啊，阮袂当食，啊，毋过阮迄个朋友伊有食错的，吼，啊伊就想要食迄块饼，啊，另外一个朋友讲，毋通啦，人家因拢食素食啦，莫甲人伫遮食迄错的物件，安尼伊足有礼貌对无？伊知影讲咱食素食啦吼，伊拢知，因为足久的朋友啊，啊，另外一个伊对这较无观点，啊，毋过伊就感觉讲好啦嘛，啊，毋过伊就是抬杠一阵仔了，伊就想讲，伊嘛想要食，伊讲啊，即块饼要安那啦？啊，无阮来切的分会好啊啦。恁要分，恁去分袂要紧啊，啊，你着去切嘛吼，你着去分，叫分好啊，整理好啊吼，迄个落啊要等了嘛，啊，或许想讲莫等伫咱内底遐，迄味较重啊，迄个虽然即阵已经差不多4点啊嘛，啊想讲，啊，毋过莫等内底迄味较重，啊，摕去外口等，啊我着落啊拢摕互伊啊，分好啊，啊，结果伊吼。就常常吼，伊就毋知走去对，毋知要创啥，讲好啦，去收的啦。可能或许口气较急啊，讲好啦，去收的啦，咱客气啦。结语好啦，去收的，摕去等啦，搁摕去等。安尼伊常常听袂落啊，伊感觉候选吼，讲你哪安尼讲话讲安尼啦？你是主人嘞，啊无你来收嘛对啦，啊毋是我啦，你爱收啦，伊想讲啊叫候选收啊，啊候选互伊念者嘛讲去。或许因为即马袂晓共冤家，
冤家啊，想讲奇怪呢，我是到底我好像尾仔一直想讲，我到底是讲到啥物代志，互伊遮尔啊生气啦？好像嘛在检讨，我想想啊，原来是安那，我口气伤紧，可能是这个口气让他不舒服。但是他的反应，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就是这种人，他只要听到一句话不好，伊袂下伊，伊就安尼无名火就压起来，伊就哦，真正他冤家安尼呢，我真正常常是互惊着，所以我毋知要安怎演。啊，我也想想讲，对哦，迄饼你讲你要切的，你要分的红树啊，当然你切的，垃圾咱遐有垃圾桶外口安尼摕去澹，迄若咱感觉袂安那对无？但是后学徐公换个角度，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想，因为后学讲得太急了，所以心内无爽快，所以这嘛是后学爱改进的所在。有当时，咱伫道中，大家拢有在修的吼，电脑较好讲话。有当时无说你一句话，安尼甲你讲较急，人家能够体谅。啊，毋咱有诶无在修的，尤其咱搁要甲因新转的，咱是毋是搁爱较细腻的？吼，所以后学吼足忏悔，毋对，爱改进，讲话伤急，嘛袂使有当时